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、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。參與嘅團體包括有工聯會、新派社團同埋婦女組織等等。佢哋大多手持國旗、區旗，又拉起寫上唔同意見嘅橫額。有啲人就要求起多啲公營房屋，亦都有人反對喺立法會內拉布。新一人士由遮打花園起步遊行到政府總部，佢哋話新一年希望社會和諧。我相信大家都有希望咧，即係話咧可以穩定一啲、繁榮一啲嘢。咁我哋咧最終嘅目的咧，希望改善到民生，民生咧先係人民需要。停止雙非孕婦啦，最緊要啦嚇。停止嗰個樓價再升啊！參與者有希望有機會政府改善民生，我哋睇到佢已經好努力㗎啦。咁但係問題要俾多啲時間佢先至得㗎，係咪？你俾多啲時間佢做先得㗎嘛，唔好成日咧糾纏喺一啲小嘅問題入邊啦。我覺得唔應該。大會話有超過800個團體參與今次集會遊行，隊伍陸續到達政府總部。即係呢班人係沉默嘅大多數，咁佢哋願意企出嚟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咧，係反映咗市民咧希望社會有個和諧，希望社會能夠得以嘅發展。佢話人數遠超過預計嘅5000人，但係唔會同其他團體嘅遊行人數做比較，認為最重要嘅係提供唔同嘅平台俾市民表達意見。亞洲電視記者李傳文報道。聚集喺皇后大道中堵塞馬路。收集嘅朋友，過嚟呢度攞一份，唔該。有人想轉去花園道，希望再上米峰古正門，同警員爭執。途經嘅巴士同埋的士被包圍。要帶着孩子回家，這個車子都趕不上了，趕緊先走了。你覺得怎樣？他們坐在這裡，這裡好像我沒想到香港這樣子的。人民力量不滿警方批准遊走，警方多次築起人牆，阻止遊行人士前進。部分人之後跨過鐵欄，嘗試衝破防線。幾百個人就走到畢打街同埋德輔道中，影響交通。你覺得我哋警員築起重重人鏈，將遊行人士分隔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道。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喺畢打街被警方以非法集會罪名拘捕。警方譴責有遊行人士罔顧國旗，刻意放人離開。喺交通樹幹度造成破壞，刻意破壞社會嘅秩序、社會嘅安全。我哋警方已經作出最大嘅容忍㗎啦，一次又一次咁樣嚟勸喻佢哋、警告佢哋，所以到最後我哋喺別無選擇之下，唯有採取行動。佢話每次行動之前會考慮唔同因素，包括遊行人數、交通同埋地形等。會開心聆聽遊行人士訴求，就話行政長官梁振英正係集中精力預備首份嘅施政報告，致力做好民生同埋經濟等工作，切實處理深層次矛盾。由遮打花園出發，警方沿途維持秩序，遊行到中聯辦，要求取消自由行、抗議水貨活動。期間隊伍遊行到東洋徑街嘅時候，有人由高處放啲幻燈片落嚟，有遊行人